馬爾代夫係世界3大潛水勝地之一，所以每間 resort 都有自己嘅潛水學校，為初學嘅客人提供潛水課程。而至於我呢啲咁嘅高手咧，租齊架撐就要出動啦！今日天氣好好啊，嚟到深海呢一度咧，我就可以見到好多唔同類型嘅魚啦。Let's go！一般 resort 嘅潛水團多數都係喺朝頭早9點或者晏晝嘅2點鐘出發嘅，因為呢個時候陽光夠猛，潛入海底都睇得清楚啲啊嘛。哎呀呀呀！死啦！興奮得滯，唔記得咗做熱身添，救命啊 ！Help！ 喂，唔好意思。呢度有冇鯊魚㗎？冇鯊，咁淺都應該冇，但係 baby shark。哼，唔好諗住嚇我啊！喺馬爾代夫成日都會有啲小鯊魚喺度出現㗎啦，不過佢哋一般都冇乜攻擊性嘅，我都未驚過啊。不過好似前面嗰度靚啲喎，等我游過去先。哇！馬爾代夫嘅水底能見度幾乎達到100%啊！呢一個位於印度洋嘅國家，之所以能夠成為世界3大潛水勝地之一，係因為佢哋只係發展漁業同埋旅遊業，完全冇工業污染，天然生態得以保持，所以海水就特別清。喺馬爾代夫潛水，好多人都會好似我咁選擇揾浮潛，因為只要識游水，帶翻副眉鏡同埋呼吸管，着埋蛙鞋就可以跳落水啦。如果想睇到七彩繽紛嘅珊瑚，又或者呢一度成日見到嘅熱帶魚，好似小丑魚、海葵魚、三角旗魚咁，其實唔需要去啲太深水嘅地方，最好唔好超過5米嘅水深，因為水太深嘅地方呢，陽光照射幅度細，熱帶魚同埋珊瑚嘅顏色反而冇咁 sharp， 冇咁靚添啊！有人話馬爾代夫嘅魚智商一定係好低啊，因為佢哋一啲都唔驚人嘅。等我游遠啲去睇下有冇大魚先。好多魚啊，下面有大有細，我見到珊瑚啊。不過我飲咗好多水啊，啲水好鹹啊。有樣嘢好唔小心，你睇下，整損晒隻腳啦，隻手都係啊，流血。不過都值得嘅，真係好靚啊！下面啲水仲好清啦，仲要清純過我，好唔抵得。好